條例，包括佢哋係被逼同佢哋嘅僱主同住，包括係佢哋冇一個固定嘅工作時間，呢一啲措施延伸出嚟嘅話，其實係喺社會上面造成一個歧視嘅效果。僱主佢應該停止所有呢一啲嘅歧視嘅措施。我希望香港政府唔好為咗單單想好可口嘅市場群，而喺社會上面製造好多嘅歧視，而應該以社會共融為一個目標。我哋都希望香港政府立即執行法庭嘅判決，撤銷喺入境條例上面對外籍家庭傭工嘅限制。議員係話有某一種人係唔應該享有基本法明文規定嘅權利，因而咧係帶頭歧視佢哋咧，呢個係一個議會嘅恥辱嚟嘅。我唔知呢個恥辱會唔會降臨喺立法會嗰度。或者人哋嘅鄙視大家咁生活，而造成咗互相歧視、互相嘅誇大，其實對香港究竟有咩好處呢？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失望嘅係香港政府係帶頭種族歧視。